港漫圈大風暴，揭開轟龍娃啦，網絡大雞棚真面目，假小童呃課金，粉絲軍團圖滅台。觀眾朋友，網上世界真係防不勝防。如果你見到一個9歲嘅小妹妹係一個老人，網台上面傾偈，你會唔會好有愛心咁送禮物，甚至課金支持佢呢？但如果我話俾你聽，呢個小妹妹分分鐘係一個大叔扮出嚟嘅虛假人設，背後甚至牽涉一個龐大嘅網絡欺凌集團，你又信唔信？今日西張繼續同大家深入跟進轟龍娃啦 YouTube 頻道及其關聯人士15少涉嫌發動網絡暴力、恐嚇同欺詐嘅事件。我哋接觸到幾位港漫圈嘅苦主，為大家逐一拆解呢個被指為網暴大雞棚嘅驚人內幕。罪狀1：精心策劃假女童，騙局榨取網民金錢同感情。轟龍娃啦同15少陣營最惹人非議嘅就係涉嫌自編自導自演一出女童育成記。有指控表示，佢哋利用一個名為 Pauline 嘅9歲虛構女童人設，長期喺網上活躍，博取一班港漫圈叔叔姨姨嘅同情同溺愛。苦主前粉絲 A 先生：最初真係覺得個妹妹好乖好生性，我哋成班群組嘅人當正佢係女咁錫，有人長期寄動漫玩具、文具、名貴禮物俾佢，甚至喺直播度瘋狂課金打賞。點知後來越揭越多破綻，發現背後根本係有成年人操控，甚至可能係成班麻甩佬喺熒幕後面恥笑我哋，真係覺得好恐怖，好有被背叛嘅感覺。呃錢事小，呃人感情事大。如果網民嘅指控屬實，呢種利用虛構未成年人士身份去騙取財物同公眾信任嘅行為，分分鐘已經構成欺詐罪。到底呢個 Pauline 係真有其人，定係徹頭徹尾嘅斂財工具，實在令人深思。罪狀2：邪教式操控嗨粉，大軍起底恐嚇無日無之。除咗涉嫌造假，最令港漫圈人士人心惶惶嘅係轟龍娃啦背後嗰班被稱為嗨粉嘅狂熱粉絲。有受害人形容呢個群體嘅運作模式簡直就好似網絡邪教或者黑社會一樣，只要15少或者頻道負責人喺直播度點名批評某個人，呢班嗨粉就會收到指令，好似喪屍咁蜂擁而至。佢哋唔單止喺各大 Facebook 群組洗版式謾罵，更會進行恐怖嘅大起底，將受害人嘅真實姓名、工作地點，甚至家人嘅相片全部擺上網公審。苦主 B 小姐：佢哋簡直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只不過係喺留言區講咗句公道說話，質疑咗佢哋幾句。第二朝起身，我個 Facebook inbox 已經塞滿晒恐嚇信息。佢哋仲話要知道我喺邊度返工，要搞到我身敗名裂。嗰段時間我真係連街都唔敢出，精神壓力大到要睇醫生。罪狀3：惡意連環舉報圖滅台，扼殺言論自由。嗨粉大軍嘅破壞力仲蔓延到其他創作者嘅生計。事件由最初針對舊拍檔 Mansa， 後來火燒連環船。只要係唔肯歸順或者持相反意見嘅港漫圈人士，例如志大肥、火之鳥、陳大雲，全部都被打成老千或者寄生蟲。佢哋嘅終極武器就係有組織嘅惡意舉報滅台行動。大量嗨粉同一時間向 YouTube 投訴呢啲受害者嘅影片濫用機制，指控影片違反社群守則。結果多名創作者嘅心血結晶一日之間被黃標、限制廣告收入，被列為18禁，甚至面臨永久停權、被滅台嘅危機。呢種用群眾暴力去消滅反對聲音嘅做法，完全係將網絡平台變成法外之地。一旦本來只係圈子內嘅花生八卦，竟然演變成涉及恐嚇、詐騙同埋大規模網絡欺凌嘅嚴重事件，真係令人震驚。打着正義嘅旗號去網暴他人，本質上同佢哋口中聲討嘅老千有咩分別？言論自由絕對唔係免死金牌，網絡世界亦都有法律規管。我哋強烈譴責任何有組織嘅起底同網絡欺凌行為，同時促請執法部門同埋相關嘅社交平台正視呢類集團式網暴問題，唔好俾少數人為咗私利而摧毀香港網上健康嘅討論環境。各位觀眾，面對網絡欺凌，切勿啞忍，一定要及早截圖留證，報警求助。